報紙咧就爆咗3封電郵，話特首親自發電郵，要求部門要對中策組嘅人事任命，需在適當情況下加入高靜芝的建議。咁有人事任命咪可能變成咁咯？中策組啊，我咧就諗住委任佢做一官半職。嗱，好似林鄭話齋，你哋嘅部門係可以獨立行事嘅噃。不過咧，我就建議唔好委任佢啦，你考慮下。唔係啫，我哋考慮過啦，其實真係想委任佢嘅。其實我真係冇話事權嘅咧，不過我真係強烈建議唔好用佢咯。請你適當咁加入我嘅建議。唔係喎，但係我哋認為佢真係特首打嚟啊！佢梗係問咧，我嘅意見咧有冇俾人充分考慮啦？我哋其實諗過啦，真係唔好委任佢，委任佢比較好啲。你作出嘅獨立判斷非常好 ，excellent。23條喺基本法下邊，基本法23條有一個憲政嘅責任咧，去進行立法。呢個責任咧，我哋總有一日咧係要去實現嘅。你說你有最終責任，收音機中不斷發聲，個個對你已很厭倦，現實若是沒法再等，怎去參與改變？可以不可以讓我知？喺港澳辦嗰度咧，我係有機會係同黃江亞主任同埋張曉明副主任咧係有見過面嘅。23條咧唔係我哋討論嘅範圍裏邊嚟嘅。現屆嘅政府咧仍然係以民生同埋經濟咧為着重點。你話香港是經濟城市，不需要搞政治，最緊要穩定發展。絕對唔會。絕對唔會。葉局長係冇呃你哋嘅。減少香港市民嘅現時所享有嘅自由。Article 23 has now become almost a matter of concern, so it is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approached with great delicacy. 點解關我事？什麼樣政府？有什麼樣政治？23條立法嘅時候咧，我都講咗溫水煮蛙。你如果唔出聲咧，咁即下咧就煮熟青蛙㗎啦。我哋中央政策組咧，而家就研究緊特首高官嘅僭建應該拆定唔應該拆嘅。咁我哋整理咗4個方案出嚟嘅。咁第一個方案咧就係特首上任之前嗰啲僭建全部就特赦。不過發叔你唔使開心住，係只限於山頂嗰啲豪宅，山下邊啲村屋咧係唔包括嘅。咁第二個就係擴建嗰啲就一定要拆啦，唔建嗰啲就唔使拆啦，即係埲牆遮住嗰啲唔使拆。咁第三咧就係少見嗰啲，好似花棚個特色嗰啲，又唔使拆，可以保留。咁第4咧，異建就一定要拆，尤其是網上嗰啲直頭要封殺添啊！好啦，咁至於23條立唔立法？哎呀，阿拉法都開棺驗屍啦，23條分分鐘棺材彈翻出嚟嚇你一嚇㗎。Super！ 歡迎大家收睇台慶電視頒獎禮，首先頒發第1個大獎，最佳電視人飛躍大獎提名人。黃晶、黃基基，睇下有排過得定冇排過得啦！
飛躍大獎得主黃基基，恭喜晒啊！黃基基憑住魔童一角四處挖角，令到電視人嘅人工大飛躍。嗰啲劇集雖然冇收視率，但係令到電視台啲高層個個有好高嘅見播率，大飛躍。電視台都未有牌照，就即刻派花紅1個月啦，令到三色台即刻派花紅1.75個月，花紅大飛躍。所以呢個電視台飛躍大獎咧，黃基基係實至名歸嘅。不過魔童話：我唔過嚟攞獎啊，唔緊要，我親自攞過去俾你，順便傾下挖角啊嘛。跟住我哋請特別嘉賓蘇錦祥局長頒發下一個大獎。好啦，獲得專業精神病獎嘅得主就係做保安嘅老李啊，恭喜晒！因為老李咧就話佢唔知道政府會發3個免費電視台牌喎，唔係啊嘛？全香港700萬人都知，係你唔知。你一定要做到太專注、太投入，做到有病啊！即係好似個男人就做嘢做，唔知屋企老婆大咗肚，全街坊都知個蘇蝦就嚟出世，佢都話係咩？我老婆大咗肚咩？我唔知噃。如果係嘅，我就慳皮啲，唔裝修間屋啦。所以佢咁投入工作，做到有病咁滯，呢個獎真係實至名歸嘅。警方證實，尋日有一名中年男子自稱亞洲嚟到警局報案，佢話俾人偷咗一箱物，而案發係喺2008年嘅。哇！發生咗4年前，而家先嚟報案。佢話係啊，因為嗰啲唔係普通嘅物，嗰啲係機密啊，類似呢一種咁嘅證物嘅。而且4年嚟咧唔見咗一箱物，又冇人知，又冇人理，又冇人用，咁啊基本上嗰啲唔係機密啦，直頭就係廢物啦。哇！有少少臭添啊！想起你也想不了，力疲筋竭，非關生死的不要打擾。上個星期六，咁喺萬家咧就發生咗場喺成衣廠發生場大火啦，咁啊導致超過112人死亡。萬家咧有超過其實4500間工廠，咁佢絕大部分嘅工廠其實嗰個生產條件都係相當差嘅，譬如好狹窄嘅走火通道啊，同埋佢哋嗰個廠房個車間其實係好密麻麻，堆積住好多唔同嘅即係布料啊，工人需要長時間去加班工作，咁令到佢哋基本上喺一個咁辛苦同埋比較精神唔集中嘅情況之下，一有意外發生咧，咁就會好容易導致大量嘅恐慌，其實就成為即係一個咁大嘅死亡陷阱咁樣樣咯。太累了，累到分碎了，睡到好像快要斷氣了，如夢神照，怎料仍在為你呼吸心跳。除咗即係中國之外，萬家咧就係第2大嘅成衣出口大國。咁佢哋有超過即係340萬嘅工人，尤其是年輕女工咧，係喺成衣業裏面做。法定最低工資係只不過係每個月43蚊美金。咁相比起中國，譬如深圳一個成衣廠工人，佢哋平均大約有3000蚊嘅工資。咁萬家啦，工人只不過係中國嘅成衣工人嘅係1成嘅工資。死。睡醒不見你，夢中都不敢把你忘記。珠三角勞動成本啊、最低工資方面增加啦，萬家啦佢哋成衣出口去歐洲咧，其實係唔受到配額嘅限制。咁再加上佢哋有免稅優惠，所以咧令到吸引咗好多港商咧，紛紛就由廣東省珠三角就搬去南亞地方。咁呢個情況依家係相當普遍嘅。再會被